2年级的小朋友，大家好！来，咱今仔日的台语课吼，我们今天的台语课呢是要复习我们的闽语护照7到10的解释哦。好，来，会记得无？我们第7句的7句是啥？哦，是阿廖无过梅豆滚。阿寮就是养鸭子的地方，我们叫阿寮啦。那这个斗棍呢，就是蚯蚓的意思哦。鸭子喜欢吃蚯蚓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蚯蚓啊，在这个阿寮鸭舍啊，不可能会过没啦，不可能有剩下这个蚯蚓哦，因为鸭子会把它吃光光的意思啊，所以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鸭子喜欢吃蚯蚓，鸭舍内的蚯蚓不可能过得了夜了那就是比喻怎样，不可能留下或剩余的意思啦来，第8句。一顿茶高球，哇，这个呢，一顿啊是有10尺哦。那我们这个呢，茶高球，我们这个只有1尺，对不对？跟这个1丈比起来就差了9尺，所以呢，就是差太多。太离谱的意思哦。好，来第9句，乌人无胆。乌人就是指那个很凶恶的人、坏人啊。无胆通常我们是讲这个胆小，对不对？想不到啊，我们看这个平常好像很凶恶的人啊，其实啊，他看到什么警察啊，还有怎样？比他更强势的人呢，他就也会害怕啦所以啊，坏人怎样只会欺弱怕强啊，虚张声势哦。好，来第10句，妖鬼加势利。妖鬼啊，就是说你很爱吃啊，加势利加势利的意思就是说你假装怎样？你不想吃所以呢，就是爱吃却是装客气这引申的意思就是说用来取笑心里面很想吃啊，很想要，可是又拼命推辞的人所以心里面很想要，所以不一定是吃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呢，可能是你很想要这个很多的这个东西呀，可是你就说我不要，这也是算妖鬼加势利这个我们的闽语2年级的第7句到第9句的解释就已经复习了来，赶快咱爱为第1句开始念我们这个2年级的护照闽语1到10，来，囡仔兄、囡仔姊，咱大家对咧念，好不好？1、2、3，开始。天公疼憨人，食紧拢看碗，食果子爱树头，见面3分情，田无高。水无流，好心贪甜，阿廖无过梅豆滚，一顿茶高笑，乌人无胆，妖鬼加势利。好，我们的闽语10句就上到这里再会。